一、二、三、四，人生若亲像彼人，若是拍开有你我的希望，一样美，似百样人，欢喜做。甘愿受免怨叹，有情入世求愿望，真心忏悔知成全。来时空要走嘛无半项。免计较，人生路是家己选。茫茫的人生若迷茫，前世今生转啊转，我愿望保全。你要演啥人？悲喊做愿。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是龙千玉小姐新歌，来，我们来看歌谱。戏梦戏梦啊，这首歌呢是2025年今天日才2026呢这上个月的最后一天不是啦，去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才首播的呢这首歌呢是龙千玉的演唱，词曲作者是林九灯和楚阳这是一首降 B 大调40拍子的歌曲呢，速度我跟70就是咱找的 B 降 B 这个音呢单点下去这里这个黑键有2个，然后空格再3个，对不对？3个的右边的这个呢这个是 B那再往左边一个呢黑键呢，这个就是降 B， 降 B 这个音弹下去呢，我们要唱哆所以是降 B 大调降1个小节有4拍。我们这首歌呢一开始呢有一段像唱歌仔戏一样的这个京剧打主歌进前有京剧咪咪瑞哆嗦，我唱谱大家可能听无，你若唱歌唱调给大家听呢都一定大家拢听有啦袂晓唱歌戏的人一定嘛听过啦，来。试看卖，宝川冰柜分开18年我若唱歌谱，你一定听得怪怪但是唱歌词大家都拢会晓。来，阿送各位姐姐、弟弟、妹妹各位阿送各位奥利送，来，咱做伙来唱歌去来。宝川冰柜分开18年1、2、3、4咱唱歌是用数拍子啦，数4拍这2、3是不过歌戏呢当叮当当叮叮当有锣鼓声，对不对？来，过一摆来。宝川冰柜分开18年哒滴哒哒滴哒哒来，过个下这句呢，相信大家嘛会晓唱来。思思念念盼团圆后边这个盼团圆较慢一丝丝来做回来，大家做回来。思思念念盼团圆，好来按头前一句来。宝川冰柜分开18年哒哒滴哒滴哒哒，思思念念盼团圆。好，过来就真正啦歌戏唱完，咱就要唱流行歌先节奏4小节有4小节的间奏，然后呢来再进入那个龙千玉小姐的歌这首歌呢龙千玉小姐的歌但是头前呢头前这个京剧这2段呢是林九灯先生的演唱啦好来，林九灯先生演唱完了，这帮换龙千玉来，嗦啦啦嗦咪。
哆啦嗦二三。来，拢千里唱啥物呢？人生哪亲像戏人来，唱看卖来。嗦啦啦嗦咪，哆啦嗦二三，人生哪亲像戏人。戏哦，头顶上一点的多哦，所以它比较高的呢哦。人生哪亲像伊人啊，所以呢，也要用腹式呼吸的同学，请你巴肚紧一下吼，学这个观音这个肚背起来。人生若亲像伊人，请你要收尾音，好来，过来呢，人只有三拍，第四拍要唱什么？若是拍开哦，若是这个啦啦啊，脚底下有点呢啊，就是表示它是低音的，来，啦啦。啦啦啦咪瑞咪啦啦嗦哆瑞，啦啦咪瑞咪啦啦嗦哆瑞瑞二三，若是拍开有你我的戏，你跟我都有滑音哦，嗦啦啦嗦，嗦啦啦嗦，你我来，若是拍开有你我的希望，二三望，请你要唱哦，这个收尾音嘛，来。若是拍开有你我的希望，二三瑞咪拉嗦停咪哆西嗦拉二三瑞咪拉嗦咪哆西嗦拉二三，一样米停七八样人。样啊，八样，这个八呢后边八是多西，啊，这个西呢头前有顶头有一头壳顶有一只毛毛虫，哎，对了，它要转音，八样人，咱用读的读这字，人用读的用读的，就是狼啊，所以唱呢，你当然也要唱成狼嘛，哈，老师说过很多遍，唱歌就是说话的延续，你说怎么说，狼，所以唱嘛是爱唱狼，一蕊一样米，七八样人，好。继续来，欢喜做，甘愿受，免怨叹。瑞咪啦，瑞咪瑞哆瑞，瑞咪瑞哆哆二停，瑞咪啦，瑞咪瑞哆瑞，瑞咪瑞哆哆二停，欢喜做，甘愿受，免怨叹。欢喜做，甘愿受，免怨叹。二停，好，来，这样主歌一就唱完了啊。主歌有2段，后面还有一段，来，我们继续来把谱拉好。来，咱个继续，佛前入世求愿望，咪嗦咪咪嗦啦嗦咪嗦二停停，咪嗦咪咪嗦啦嗦咪嗦二停停，佛前入世求愿望二停停，佛前前。华音请带进来，入世求有3个音，求愿望二停停，瑞咪咪咪瑞嗦嗦咪嗦咪嗦咪，得愿望的这个得成全，真心忏悔得成全，这个得呢前短后长，瑞咪咪咪瑞嗦咪，瑞咪瑞哆瑞二三。瑞咪咪咪瑞嗦咪，瑞咪瑞哆瑞二三，真心忏悔的成全，真心忏悔的成全，瑞咪嗦啦啦咪哆。
嗦啦哆西啦啦，瑞咪嗦尔啦啦，咪嗦啦哆西啦啦，来西来哆瑞啊，华音啊，那个西呢，瑞咪啊，来西康，来再一次来，来西康，再一次来西康。啦啦，咪嗦啦哆西啦啦，要走嘛无半行，要走，哎，被我用红色的框框框起来，这是一个切分音，两头短，中间长，两头是什么？拉跟咪，中间那个也是拉，中间比较长，那中间一半拍，前面第一个拉跟第三个咪呢都是1/4拍哦，两头短，两头短。中间长的什么切分音啊？同学问我哪一个切啊？就是不想跟你好了，要跟你切8段的那个切了啊！哎，这个豆干还大切一半啊，那个切啊，啦啦咪嗦啦哆西啦啦，要走嘛无半行，来再一次来，要走嘛无半行，要走嘛无半行，要走嘛无半行。来，这里老师漏了一个。哆啦哆波，这个半呢，哆的下面要有一个半，一半的半。要走嘛无半行，咪咪瑞啦，瑞哆，咪瑞哆，咪瑞啦，瑞哆咪瑞哆，免计较。人生路是家己选，三思免计较。人生路是家己选，2、3、4。哎，唱到这里，前曲、主歌1、主歌2都唱完了哈、哦。来，我们就要进入副歌哦。来，哎，副歌的头顶上呢，哈、这个0啊，第1拍、第2拍是0。第3拍后半拍在下歌，茫茫的人生那面茫啊，这个第1拍的这个休止符的前面有一个什么？哎，有一个蛇拗的符号，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看到蛇拗，要回头来找蛇拗的时候，在哪里？在副歌这里要来停。嗦咪嗦嗦啦啦嗦啦，嗦咪嗦嗦啦啦嗦啦。茫茫的人生那迷茫，那迷茫的这个诺呢，头顶上有一只毛毛虫，那迷茫，那迷茫。茫茫的人生那迷茫，茫是第3拍的后半拍，1、2。茫茫的人生那迷茫，前世今生转啊转，嗦咪嗦啦啦嗦啦嗦咪，嗦咪嗦啦啦嗦啦嗦咪，前世前头顶上有毛毛虫，前世今生转啊转，转啊转，前世来，前世今生转啊转。好，茫茫来，1、2。茫茫的人生那迷茫，前世今生转啊转，咪咪瑞哆瑞2，啦啦啦啦嗦哆瑞，咪咪瑞哆瑞2，啦啦啦啦嗦哆瑞，我愿往宝船儿，你免啥人？我愿往宝船儿，你免啥人？嗦啦啦嗦嗦，嗦咪嗦啦啦，嗦咪2。嗦啦啦嗦嗦，嗦咪嗦啦啦，嗦咪2。悲欢虽欢，爱恨情起欢呐欢。悲欢虽欢，爱恨情起欢呐欢。好，接下来呢，好戏大圆满呢，瑞啦啦瑞咪瑞哆。瑞啦啦瑞咪瑞哆，
好戏呢，好戏哎。头顶上有毛毛虫，好戏大圆满，好戏大圆满。好，来，我们换下一页。好，来，还没有下一页之前，我们来把副歌的这一段呢，哈，正好把它唱熟来。1、2，茫茫的人生那迷茫，前世今生转啊转，我愿往宝船儿，你变啥人？悲欢岁月。爱恨情痴烦啊烦，好戏大圆满。好，来下一页。啦嗦嗦咪，啦啦啦嗦瑞瑞咪嗦二三，四边柜，刷起爱着别人。四边柜哦，这个柜呢，哈，一拍咪。脚底下没有线嘛，一拍又有附点，所以附点啊，所以这首鬼呢要唱一拍半，刷起啊，所以就变成它的后半拍了。四边鬼，刷起爱着别人，嗦啦嗦咪瑞停瑞哆啦哆三四，人生如戏停一场梦。场半拍这个跟这个头前这个规同款，规一拍半这个节一拍半，一场这个场呢半拍跟这个刷起同款半拍，然后它还有延长半拍才忙，所以这个忙是后半拍。人生如戏停一场梦。好，来，我们从这波川来接来。宝船苦守寒游十八冬，2、3，四边柜，刷起爱着别人。人生如戏停一场梦。停哦，这样子的，今天这首歌呢，就给大家介绍这边没啦。唱到这呢，再唱一遍的那样一次而已。后面呢还有间奏4小节，然后呢反复之后呢，要从这个主歌2或经历这九关梦来不过同学常常跟我反映说，老师我们都从反复这里来，结果前面都没有唱的。也对呢没有唱就不熟，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从头前面这个寡喜这里来，然后再接着进入龙千玉的副歌的这个现代流行歌来的我们从这边来不过呢，等一下还要碰到谁扭的时候，还要反复到还要这个找这个副歌这里所以我们来唱后面的第2遍跟第3遍谁扭。不过我们是从头来，波川并轨来了，波川并轨来。我把谱拉好，我们就来继续来。来，各位阿桑，各位大哥大姐，咱做回来唱歌戏来，波川来，1、2。宝船并轨，分开18年哒哒滴哒滴哒哒，思思念念盼团圆。接下去间奏4小节，来龙千玉来接手来头前这段听讲是林九灯先生唱的啦果然是这个名绝唱了就好听来，人生那亲像，人生那亲像彼人会记得，若是拍开有你我的希望梦一样比七八样人，欢喜做。甘愿受，免怨叹停，不
经历世久愿望儿亭亭，真心忏悔的心转儿咱来时空，要走嘛无半项，免计较人生路是家己选，停停。茫茫的人生若迷茫，前世今生转啊转，我愿望保全，你要演啥人？悲欢岁月，爱恨情痴烦啊烦，好戏大圆满。歹戏拖白了公江儿，三字保全啊可受罕有十八当二三四兵贵，煞去爱着别人，人生如戏亭一场梦。二茫茫的人生若迷茫，前世今生转啊转，我愿望保全儿，你免啥人？悲欢岁月，爱恨情痴烦啊烦，好戏大圆满。歹戏拖白了公江，保全啊高手罕有十八当，士兵贵，煞去爱着别人，人生如戏亭一场梦。刷哦，这样真的2遍半就唱完了啦哈啊！这首好听的《希望》啊，原唱是龙千玉小姐啦哈啊，听讲呢，这头前这段歌曲呢是林九登老师唱的啊，实在真好听啊！大家赶紧来去 YouTube 频道改欣赏一下，再等来练习这首新歌啊，这首才1个礼拜的新歌啦哈啊，真的很好听啊！今仔日这首龙千玉新歌，希望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希望大家呢继续给我们粤韵爱唱歌频道支持啊！别忘了要怎么样？对啊，要订阅、按赞啊，并要分享啊！记得打开小铃铛，还有行有余力，欢迎大家影片的下方有一个超级感谢，给他点下去啊，给岳云老师抖内啊，就是给我支持赞助了哈。好，今天这首戏梦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